该来保护到大楼住户的保全，煞利用职务的方便，收集到住户的资料，卖互买卖厝的中人。这个伫台中做大楼保全的男子，知影买卖厝的中人会使用一种俗称小白机的资料库来调查到住户个人的资料。伊就利用职务的方便，收集到住户的资料，而且购买这个小白机来整合资料，然后把资料卖互中人。是因为有住户接到中人的电话，问讲是不是要卖厝，这个代志才来出破。原警要求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将车门拍开，要甲敲，因为警方调查表示，做大楼保全这个姓陈的查甫人非法收集住户个人的资料，卖予中人。依照警方调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因为工作关系，知讲这个中人会用一款俗称叫做小白机的资料库来调查住户的个人资料。因为一台小白机市价超过5万至10万块，伊感觉安尼有钱通赚，所以讲先买一台，利用职务之便收集住户个人的资料，将两项资料做整合，以日租、月租还是买断的方式提供予中人使用。提供栏位查询、综合查询、誊本查询等功能，累计查询高达近2亿笔个资。陈显更让小白机进化为云端版，会员透过网络即可连线使用。警方调查结果，该买中人超过100个，估计赚几百万啊！其他中人讲，会想要买这资料的人，拢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厝的所有权人相关的资讯。很快速、很大量的拿取到所有人的个资，在我们的业界能够先拥有对方的个资，就是已经赢到起跑点上。因为姓陈的查甫人尚无收集40个社区的住户资料，住伫社区的住户听到了，拢感觉真寒。需要加强，就可能找那种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保全公司之类的。要授权保全啊，因为我像大楼他们都会定期，可能签约的保全他们会几年换一次。敢有办法会当防止这保全漏泄个人的资料？物业公司讲，除了会有教育训练，找保全的时，嘛要求要有良民证才会当上班，并且不定期派督导到现场，随时注意保全的表现。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